咱的新闻。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8月27日 M 新闻，我是嘉豪。交新新闻大时代，头先就来报人在。地本参防指控讲，伫咧做汤市长任内涉嫌贪污，检方依照贪污等罪嫌起诉地本参等11个人，希望法院改判12年。台北一个1岁囡仔开巷口倒打死，负责放射社工无老实记录，我想要脱罪，检方建请法院爱甲社工判淡刑。总统赖清德伫咧万里古厝有违建风波落马高富信托，伫就职100天的时阵，启动万里矿工的生活纪念馆。前海基会董事长郑文灿防指控讲，伫咧做桃园市长任内涉嫌贪污，防羁押41天了后，桃园地检署今日宣布侦查终结，依照贪污等罪嫌起诉郑文灿等11个人。检方指出讲，这郑文灿唔承认，也无悔改意思，希望法院就要改判12年的有期徒刑。谢谢。郑文灿的律师行到真紧，今日去桃园地方法院，因为郑文灿的涉贪案在防羁押47天了后，桃园地检署宣布终结，照贪污等罪嫌来起诉郑文灿等11个人。检方讲，因为汇款有500万这么多，而且郑文灿无承认犯行，无后悔意思，建请法院重判12年。102年的8月22日，杨姓被告在请托之后，曾经向这个郑姓被告表示说，假如能够给予帮助的话，我们不会失礼。得知所使用的行动电话遭通讯监察，来源就是那个郑姓被告有跟他讲说你爸爸嘴巴很大。桃检讲，姓杨、姓侯和姓廖被告，伊往港南靠花阿科技园区的东边9点1公顷的农地做市地定位来开发趁钱，对2016年开始请托郑文灿，而且乌西，拢互检调将暗含监听，但其实走漏风声，互郑文灿甲钱摕转去。检调这一摆申请敲找郑文灿的徛家，拢互驳回，一直到羁押才摕到敲找票。意外伫主要房间边条边仔的案牍内，发现藏现金678.5万的2个袋啊，会分案侦办财产来源不明。郑姓被告的台北市的某居所扣得不明的大额的资金，达到678万5千元。施姓助理的家中扣得87万9590元。自办从化的利益在检调的起诉书里面写得很清楚，如果达成的话，它的金额高达24亿。难道郑文灿只收受了500万，这都是检调后续必须要调查清楚的。希望社会大众给予法官时间空间，让很多的证据摊开来，在法庭上做一个攻防及调查。国民党讲，桃检依法起诉郑文灿是万来的正义，希望司法公正审判，莫受到政治因素干扰，严重不法。民进党回应讲，尊重司法调查，希望莫冤枉嘛莫放过。记者综合报道。国民党这位屏东县议长周典论涉嫌用500万替进前参选总统的郭台铭委任书书，予检方来起诉。屏东地方法院今日下晡宣判周典论涉嫌犯总统、副总统选罢法，判刑4年，而且罚500万，褫夺公权6年。因那周典论是表示讲，伊会搁再上诉。顶个月12日，有证人作判，以150万交保离开看守所的屏东县议会议长周典论，因为涉嫌伫总统大选期间为鸿海集团创办人郭台铭是为参选连署书，去予检方以及违反总统、副总统选举罢免法起诉。法院27日下晡宣判，周典论予人判4年有期徒刑，并可罚金500万，褫夺公权6年。暂无选举造势的需求，被告仍交付高达500万元的现金给周品全等人运用，可以认定并非单纯用于支付联署的人事还有行政费用，而是可用来交付选民以换取
联署书的贿赂。法院安尼认定，原因就是去年9月，周典伦为着互郭台铭赖培霞达到联署条件，拢总交付500万互潮州镇长周品全，只是伊用鸟车回方式诱人，每一份联署书大价500块。民党地法院认为安尼做，等于是支持周品全不得手段用金钱来换联署书。对于这个判决结果，个人是觉得非常的不公平。爸爸是清白的，那我们一定会再上诉。周典伦的查某囝对于判决结果感觉遗憾。周典伦讲500万是工作费用，不是要买联署书，所以一个上诉。周典伦虽然互人判体大公权6年，不过因为伊是涉犯总统副总统选拔法，不是公职人员选拔法，民党管议会表示，周典伦会保有议员的资格，袂互人停权。记者综合报道。来看，民众党主席柯文哲最近一直有争议，最近阁逼出一件，就是摕来做这民众党新中央党部的大宝大楼3楼，无申请许可就违法做装潢。台北市建管处稽查了后表示，虽然现场看起来是无伫咧施工，不过比对这本地使用执照完工度和目前的这情形是斗袂起来，会通知这建物的所有权人来表示意见了后，依照着这建筑法相关的规定裁处。咱柯文哲是表示讲，针对着最近种种争议，摆事时阵会对我说明，不过不包含经花城记录。民众党主席柯文哲最近风波不停，除了政治现金风波之外，也阁有经花城案争议。政治评论员文龙党阁公布准备做回民众党新中央党部的大宝大楼3楼，亲像无申请许可就进行室内装修。台湖大楼新家是被曝没有装修。民众党表示，7月2日有送件无规避审查，会配合监管处会勘依法办理。北市监管处早起也派员到场会勘，下昼说明。查出结果表示，现场虽然无施工的现象，也毋过比对原使用执照完工度、天棚结构甲现况拢无符合个0年来无申请室内装修许可记录，可能涉及违反室内装修管理办法。大概它有增加了一些隔间，还有天花板有做一些变更。现场没有施工行为，可是它跟原来的使用执照是不符了，所以显然它是在哪一段时间内，它可能有做一些室内装修的行为。监管处表示，后手会发文建筑物所有权人2礼拜内陈述意见了后，以建筑法相关规定裁处。若无经过许可，就进行装修工程，会面临6万至30万的罚款。争议事件也阁有柯文哲承认，以选举补助款4300万买上班作为个人办公室使用。民进党北市议员林明芳批评柯文哲爱公开回事例，搁公布补助款金流资料。我呼吁柯文哲，你应该要公开道歉，而且必须完整的公开所有的金流。如果你没有办法好好交代清楚，这个恐怕会影响到民众党党员，一直到你们的议员跳船潮。伫经花城案了后，检联也针对北市科案展开侦查行动，头一摆约谈包括2名前北市府司法局官员、相关业者3名证人查证，下昼陆续移送北京复审。对于最近种种的争议，柯文哲表示会伫29召开记者会对外说明，也无包括经花城。记者综合报道。台北西楼的林母姊妹啊，涉嫌甲一岁囡仔，这个1岁查甫囡仔开苦毒到死。这2个人互起诉了后，检方也认定这支福联名圣诞的社工，若无照规定方式，佮提早通报林母。方式了后，这囡仔出问题也拢无通报，也拢无照规矩伫咧社工做记录。这囡仔出代志了后呢，佮含内部人员讨论讲，要安怎来应付这检方的调查。检方今仔日依照过失致死罪，也佮这业务记录无老实等罪嫌，改起诉，也希望法院就会判予伊等。1岁查某囡仔开，好亲像互年母虐待死亡。负责个案之福联名的社工嘛，互检方调查。经过5个月过，即马侦查终结。8检27依照过失致死亡、业务定在无实在这个罪嫌，起诉圣诞的社工救处当刑。建请法院审酌，被告犯后态度不佳，毫无悔意，
敬请从重量刑。检方批评姓陈的社工犯后前后并改藏证据、干扰办案，列出真侪项罪证，包括3届家访、提早通报年务、违反卫福部突击访视的规定，拢已经抢先意外，也是看到凯凯身躯真侪微乌青，煞敢若听年务单方面的讲法，讲虐待受伤的拢是囡仔家己造成的。国家凯凯的亲人讲是伊家己弄受伤的，替年务找借口。一开始的伤势其实并没有那么严重，还不至于说会致死的。可是后续是因为你怎么会都没有任何的作为？凯凯本来是有一线希望，就被你这样子切断了。离谱行为真侪，检方查出社工访视发现，囡仔表情惊吓，有勒喙齿、勒头毛的个阴茎访，竟然无提过家访频率，嘛无依照规定通报，为移民内规到儿少权法各项规定，伊拢违反，互囡仔错过另外安置的机会。相信社工没有造假的疑虑。是。前日福高层捌讲相信家己的社工，啊毋过姓陈的社工互人查到涉嫌谎诈无实在，无按时写工作记录。伫案件发生了后，甲2名总督岛顶人开临时Skype群组讨论安怎修改补写，替家己下借。导致死亡的原因，好，当然是这个保姆的虐待，除非他是串谋，或是他跟他同伙啊，不然直接控诉我们过失致死，这个对我们来讲真的是太沉重。回顾专案开开外码，经过2名的介绍，甲囡仔交由4楼的年务照顾，互人控告1天，敢若互伊食1顿。当天互伊无穿衫发徛，照顾较无3个月，就好虐待死亡。4月互人起诉了后，即届佫查到社工原来有疏失，2名回应无任何暗号的代志。社会局由儿福联盟承接的案子还有3个，案发前其实就已经委办儿福联盟来做承接了。目前是还没有相关公告说他们是采购法101条有被记点的单位。这件案件互人真关心，各界嘛真看伊。即马这个制度有疏失，要安怎有效补救，莫阁有下一个开受害。记者综合报道。讲到这中华江滨地区的海量离化风电绿核降压站，20发生利用化头泄漏的意外，也造成17个人送病院，其中伤势较严重的19岁姓简的查甫人，暂时宣告救袂回来。另外1名38岁姓赖的查甫人重度昏迷，伊的家属也决定讲要放弃急救，也同意器官要捐出去，下晡也转院进行捐器官的评估。姓赖查甫人互救护车送去病院急救，准备进行器官评估。江滨海量离化风电20发生利用化炭外泄的公安意外，姓赖查甫人是其中1名重伤的人。救救了后，虽然恢复生命现象，不过目前依然是重度昏迷。家属甲病院讨论了后，决定放弃急救。经过连日的抢救，他的神经学的反应并没有起色，所以在经过家属的同意以及家属的意愿之下，想要让他遗爱人间。这件意外3名重伤的人，38岁姓赖查甫人昏迷指数只有3，家属日决定器官，病院也会同检方进行器官评估。那只有19岁姓简查甫人日宣告死亡。另外1名58岁姓刘查甫人昏迷指数依然是3。向所有伤者及其家属致以最诚挚的慰问，并对于罹难者表示沉痛的哀悼。我们将提供家属所需协助。海量离化风电表示，离化风电绿核降压站迄天进行消防工程时，不明原因造成利用化炭铁管互激发发射，造成17名工程人员送医。即马已经甲承包商当权定期配合主管机关甲司法单位调查，厘清意外发生的原因甲责任，相关保险会依照定数办理。分案侦办，那检察官会朝向是否涉及过失致死或是职业安全卫生法的方向去做厘清。现在原因现在还在调查中啊，因为那个还蛮复杂的，现在还不太确定是到底是为什么会跳。治安署表示，定期作出停工处分，故意违反治安法，处相关30万罚款。另外，复工爱等业者提出改善计划，故由治安署审核通过，才会当复工。记者综合报道。来看这新竹县竹北市有一间经营10多年卖
越南法国胖的市场店家呢，礼拜就发生讲有人客食到到地了后，开始吐骨头、发烧、头晕的情形，怀疑讲这就是食物中毒。卫生局派人去稽查采检的报告，上紧伫2礼拜后会出来。到8月为止呢，这通报人数已经来到43人，其中有15个还佫伫咧住院治疗，6个人留伫咧急诊室当中继续观察。原底应该逐工开门做生意的店家，即马已经暂停营业。新竹县台北市市场内一间专卖越南、法国面包的摊商，这2天传出怀疑食物中毒的案件。每天都有卖，几乎每天没事，每天都有卖。这次反正我都不知道耶。我还说这2天怎么没开门的？身体出现不爽快，赶紧送病院检查。卫生局把赶紧派人到现场稽查。采用检查。主要症状有发烧、腹痛、腹泻、头晕、呕吐。那在本院急诊积极处理之后，病情都稳定。那我们也依据他的病情，依法通报卫生局来做进一步的调查。总共采检了12样检体进行检验，那最快2周会有一个结果报告。卫生局初步稽查，发现其中包括煮食的工具、放贴涂骹，以及食材无标示清楚、有效日期等6项无合格，要求业者限期改善，若无会依法处上悬2亿以下的罚款。民众接歹拔倒的原因，上紧2礼拜会有结果。记者朱君和新潮报道。台湾米其林指南2024星级餐厅名单已经出来了，这回有49间餐厅入选，其中3间3粒星的这个餐厅呢，拢是和去年同款。不过这回台南有关是无餐厅入选，就学者认为讲呢，这台南的好食面是遐尼济，就算无入选这米其林，也袂影响到这台南小吃伫民众心目中的地位。油金的烧肉是总部师用特定的部位去做的，金黄酥皮2塔是现点现烘，表面真筋骨，真受主顾客介意的菜头粿，看起来普通，但是制作无加一滴最严格把关品质。兼东式传统和现代广东菜以江中餐厅连续第7档摕到台湾米其林3星，今年台湾米其林指南当中49间餐厅摕到星星。交通部希望透过好食面，请国际游客来，让全世界的人更了解台湾美食跟美景所带来的吸引力，也让有目的的旅游可以促进全世界的人更了解台湾。今年在评选范围内的台北、台中、台南和高雄4个城市内面，49间摕到星星的餐厅是包括台北37间、台中9间和高雄3间。当然，这摆嘛是无伫星级餐厅内面，不过伫米其林指南内面，以物件有各大作评分标准的比比顶推介内面中选31间。米其林指南国际总监嘛讲，南台湾的小吃表现真好，佮多元。Particularly in Tainan and Kaohsiung, we see a variety of Taiwan's small eats, showcasing traditional techniques and recipes passed down through generations. 对用升级餐厅来加持，敢有啥人客的效果？有观光学者直接讲，过去的调查显示讲，以足这新生做旅游目的的旅客大约敢若占1成。不过，得到米其林的评选，会当帮助台湾的好食面和国际接起来。除了宣传，嘛增加来台旅客的消费。很多人会说，为什么只有米其林才是不是大家所喜欢的？我想这个各有所好啦。它能不能去吸引到观光客？老实讲，我觉得它是比较不能吸引到观光客，但是它可以去让来到台湾的旅客，它可以增加消费。进前交通部已经证实，明年台湾米其林的评选会搁增加2个城市，但是何米其林去决定？学者嘛认为讲，这会当帮助台湾去拍第2线城市的知名度，避免亲像过去搁再认为讲台北就等于是台湾，有机会甲旅客介绍去2线的城市。记者综合报道。宜兰头城唱歌9月初2要举行，不过今日传出讲，这参赛的选手因为不满大会讲爱超身躯的规定，伫领队会议有7名领队就安尼先来离开，而且因连署声明放弃参加比赛。今仔日头城镇中原祭典协会就召开理监事会和竞赛事务组会议，初步决议讲，甲这放弃的队伍也个有这选手拢总除名，而且因也袂当去组别队来参加。一张纸的声明有7名领队签名，表示要退出今年头城唱歌活动，因为选手不满，大会要求选手进入会场，爱接受裁判超身躯，要求裁判应该也爱接受各领队超身躯，双方政治意见无同。时间很长到11点才有讲鼓的都在里面，
有时候要出去拿东西也不行了，怎么样？好，还有说进去要搜身啦，好，一些选手有都有不满啦。这摆投射手鼓有12队报名，宜兰县手鼓协会代表起赛选手发声。选手除了无想要放超身躯也真肥，手鼓会场管制伤严，选手爱踮伫会场真久，无法度随意出入。手鼓协会表示会继续协助大会甲选手协调，互比赛圆满进行。经过投射镇中环祭典协会召开理监事会甲竞赛事务组会议初步决议，将7支弃赛队伍除名，另外7队选手袂当搁以其他队伍身份参赛，没收3万保证金。各位入袂起开放其他队伍报名到29，原本5个人才会当组队的规定降低到3人。超新规定规则，等今年比赛结束才讨论敢是修正。照因迄个弃赛的意愿，都是一个。就开底，他没收赢的保证金是？嘿，保证金蛮没收嘿。但是后来也有持续在沟通说，我们是为了这个民俗活动，也为了地方和谐，我愿意参与这样的一个竞赛。也不过，捌声明弃赛队伍表示，会继续甲大会沟通，希望下当阁有机会。强调只是领队会议气氛无好，为着民俗活动甲地方和谐，愿意继续参与竞赛，阁遵守大会规定。也不过，投射镇中环祭典协会表示，决议已经定案，未简单改变。记者综合报道。全观众朋友来看过这新闻，讲到美国总统大选的参选人何金丽和川9月7日要进行头一场的辩论。不过双方阵营因为这麦库当时要开，当时要关，确实有一寡争议。何金丽阵营是要求讲专庭就爱拍开，那川阵营是希望比较6月和总统拜登的辩论，无论到你讲话时阵麦库就爱关掉。另外，川2个也发文批评主办的 ABC 电视网，讲因的立场无够公平，而且也暗示讲将有可能会变卦袂出席辩论。美国共和党总统参选人川普日前伫维吉尼亚州为3年前伫阿富汗去拄到自杀攻击殉职的13士兵献花。伫造势场合，川普搁再批评已经退选的拜登好战无能。对于伫要加民主党参选人何金丽辩论，川普是指责主办的 ABC 新闻网立场无公平，意思敢若伫讲伊无想要出席。I want to do debates, but she, the head of ABC, is her comrade's best friend. You know that, right? They like husbands and the whole thing. What kind of a deal is that? I want to have a fair debate. The single worst network for unfairness, I think, worse than CNN, worse than NBC, which is really hard to believe. And CBS is probably the best of the group. Fox is the best. 拜登退选前，甲川普阵营安排2届辩论，6月由 CNN 主办，9月7日由 ABC 负责。除了川普不满主办辩论的 ABC 新闻网辩论的时阵，麦克的开关问题变做2阵营争论的焦点。2020年总统辩论的时阵，拜登一直去互川普插嘴干扰，所以6月主动要求无论到发言的这边爱甲麦克关掉。川普阵营是希望9月辩论比较6月做法，何金丽这边是要求改做专庭甲麦克拍开。外界是伫分析，何金丽阵营而且副总统伊的口才会当打击川普的论述。川普伊是表示，无论如何伊拢无差，颠倒讲是何金丽无打解辩论。We agreed to the same rules, but they're trying to change it. The truth is they're trying to get out of it because she doesn't want to debate. She's not a good debater. 用总统辩论的麦克问题并无规定的做法，都爱看参选阵营因的共识。川普讲家己较介意开麦克，不过伊的幕僚是烦恼川普乌白放枪，坚持爱甲麦克关起来，这原来变做辩论会是不是会当如期举行的关键之一？公司新闻张淑芬编译。罗西亚昨透早对乌克兰发动上界大规模的空袭，这乌克兰的超过一半领土，互上百只无人机，也有上百粒飞弹攻击，上报有7个人死亡。一寡基础的电力设施也互破坏去啊！这大规模的大范围失电，也无水通好用。罗西亚就表示讲，因的目标就是要破坏能源基础设施，也强调罗西亚和乌克兰有伫咧直接的风声，这拢是假。伫空袭过了，自动损害，消防队员继续喷水拍火。
俄罗斯伫咧2日透早对乌克兰发动开战以来到即马规模上大的空袭。乌克兰有超过一半以上的地区遭受到超过100台无人机加100粒的飞弹攻击。虽然大部分拢互乌克兰的防空系统拍落，不过也是造成至少7个人死亡，几60人受伤。Мама, тато і моя жінка, вони вийшли якраз з двору, сідати в машину. В цей момент був приліт. Ракета впала прямо біля гаражу. Гараж рознесло, якби ви бачите самі, криші нема, тут криша постраждала. 乌克兰的电力设施也被破坏，造成大规模停电停水。乌克兰证实，总共有15个地区遭受攻击破坏，能源部门也受损正严重。俄罗斯国防部指出，对乌克兰能源基础设施发动攻击是长期以来的攻击策略，因为这款设施为军队提供支援。莫斯科当局强调，这是互乌克兰人民带来痛苦的信息，也否认俄双方有进行停火谈判。Никаких переговоров не было. Вы знаете, что тема переговоров в настоящий момент она изрядно потеряла свою актуальность. Сообщения о различных контактах в СМИ публикуется очень много и. 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除了呼吁盟国遵守协议，继续提供防空系统甲飞弹，也认为合作伙伴应该甲乌克兰达成联合防空协议，做伙甲俄罗斯的无人机甲飞弹拍落。Авіація наших європейських сусідів працювала разом з нашими F-16 і разом з нашою ППО. Якщо така єдність очевидно ефективно спрацювала на Близькому Сході, це повинно працювати і в Європі. 因为最近乌克兰军队侵入俄国的库斯克州，和乌克兰的士气规拢提振起来。BBC 报道，虽然莫斯科这边的攻击是针对基础设施，但是莫斯科是想要用这边的空袭打击基辅的士气，和乌克兰人转到现实。公司新闻陈伟林编译。来看这冰岛东南部的冰冻之谷熊熊放弃，迄个时阵呢有25个人的旅行团在咧内边，警方也随出动200多名救援人员去抢救。这件事故也造成2名美国游客，一个人死亡，一个人重伤。另外，讲到这非洲国家苏丹受到大水害吞踏，地处这东部红海州的阿尔巴特大坝放弃，到目前为止已经有132个人过往。200多救援人员是轮班，敢若用手在乌冰，救护车是伫边仔在待命。冰岛东南部的布雷亚困美尔冰川迄边的冰冻，伫25下晡3点左右忽然间放落来。迄当阵拄好有25个人组成的旅行团伫冰川下骹咧探索冰冻，因为是一时熊熊放落去，游客根本都袂赴走。当地警长讲，事发现场的地势是弯弯翘翘，救援人员敢若会当坐直升机来出入。救援行动中嘛，因为受危险无法度继续，只好伫暗时时阵暂停。而且伫过灯光透早7点才搁恢复。这场事故是造成2个美国游客互落倒来冰喊着，其中一个当场死亡，另外一个是重伤送病院。Já, þetta má segja mjög erfiðar björgunaraðstæður. Þetta náttúrulega þarna upp í jökli. Erfitt að koma að tækjum þarna. Björgunarstörf eru náttúrulega bara meira meina gerðað handafli og ísgröftur og ísbrot allt gert með handafli. Þannig að þetta mjög erfiðar aðstæður. 非洲国家苏丹连续几天的大水雨加上做大水，造成东部红海州的阿尔巴特大坝规个放弃。大水雨至少20个庄仔头拢淹去，受灾的人是到5万人才侪。当地媒体讲，大水雨破坏主要的公车电缆，造成这侪所在的通讯拢断去，一寡居民只好走去较悬的山区在等救援。Our humanitarian partners and local authorities are assessing the affected areas and will have additional clarity on the extent of the damage in the coming days. The Arba'at Dam is a crucial facility in Port Sudan, serving as a primary source of fresh water for the city. The reported damage is expected to have a substantial impact on water supplies to Port Sudan, worsening the humanitarian situation. 苏丹经过16个月的内战，基础建设根本就无法度做，水坝、车路和桥拢互破坏，长期嘛无修理。这摆大水雨是比往年搁较早，一阵一阵的水崩山，互北部、东部至少有10个州拢受到影响。加上战争爆发了后，一大堆无厝头转去的居民走去洪灾的地区。暗算今年洪灾的冲击会搁较严重，到目前为止已经有132个人过往啊。公司新闻新闻部编译。
世界气象组织上届新的报告指出，过去这30年，太平洋部分地区海平面变悬15公分，严重威胁到岛国居民的生存。这礼拜举行的太平洋岛国论坛，联合国秘书长古提雷斯就针对着这气候危机，呼吁世界各国赶紧采取行动来对抗气候变迁。第53届太平洋岛国论坛26日东加王国开幕。18个领导人严正呼吁全球重视太平洋地区日渐恶化的气候环境。根据联合国世界气象组织最新报告，过去30年，太平洋部分地区海平面提升大约15公分，是全球平均大概2倍；海洋温度相关的速度是全球的3倍。海洋小型若并率增加，继续时间也更加长，强度更加大。罕见出席论坛的联合国秘书长古提瑞斯就提出严厉警告。这次人类活动造成的气候危机，真紧地扩大到会当讲无法度想的规模。But if we save the Pacific, we also save ourselves. The world must act and enter the SOS before it's too late. 使用化石燃料排放的温室气体是造成气候变迁的原因。虽然太平洋地区的排放量只占全球的0.02%，却承受上严重的影响。大约90%的太平洋岛民住伫海岸线的附近，像地势较低的土瓦鲁都有可能会引起海洋高温，也可能引起大范围的酸污白化，是死亡，损害鱼类资源甲海洋生态系统。We are at the forefront of a battle against climate change and its impact. We need to take urgent action now for sustainable outcomes into the future. 虽然面临生存危机，太平洋岛国所欠应对气候变迁资金甲技术，国际社会也真歹团结同齐对抗威胁。像论坛成员国澳洲，虽然伊会伫2026年甲太平洋国家共同举办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也毋过作为世界上大碳矿出口国之一，澳洲对抗气候变迁的承诺犹原受到质疑。公司新闻人员编译。总统赖清德伫咧万里楼厝防击机讲是违建，前新北市地政局认定，这间呢是现有伫咧民国92年了后兴起的建物，算是现有存在违建。赖总统是交付信托，而且伫咧就职满100天的即日呢，宣布启动万里矿工生活纪念馆。针对着外界关心的信托问题，民进党是表示一切拢交予律师处理。故事，但赖总统没有在里面去讲述一个这样的故事，但。一张一张黑白相片见证台湾矿业发展好歹过程。总统赖清德的万里旧厝伫选举期间惹出违建争议，新北市政府地政局认定现存房屋是民国92年后兴起的建物，属既存违建。总统决定甲旧厝交付信托，伫就职121天履行承诺，27宣布启动万里矿工生活纪念馆。小小的房子啦，以前大家现在所在的地方也是一个小客厅。民进党表示，赖总统关心矿区居民的基大正义，透过纪念馆的形式，展现万里炭坑的历史甲当地居民的生活日常。感谢这无名英雄带动台湾经济起飞。不过，外界我关心是信托进度也加违建后续处理。过去在建价的过程当中遇到一些困难，但我们持续的在进行。那这个在赖总统就任之前，其实就在努力。那后续的进度，我们会由这个律师来全来做跟大家做一个后续的报告。根据统计，包含赖总统旧厝在内，新北市境内无地用的建物，等待变更之后变建用地的建物也有53件。针对矿业用地合法化的进度，新北市长侯友宜讲正关心矿区员工的权益。面对协力的问题，我们一定会好好的努力，不管在整个审查资料的审定的过程当中，我们大家一起共同来面对解决矿工的问题。新北市地政局是表示，中央5月已经完成变更全国区域计划定修法，并提供废矿当时有建物，目前是顺主体使用的资料，予各县市政府已经陆续办理会勘，依照程序来审议。记者综合报道。东山会5年前指控这中国广播公司是国民党的附属组织，法院也认定对真中共77亿外，这中国是真不服提起上诉。台北行政高等法院昨是宣判这个中共胜诉。另外，东山会向国民党旧党部对定11亿，法院今胜了后呢，也判这国民党胜诉。东山会强调会搁再上诉。
这官司缠讼很多年的了哈。虽然我说是迟来的正义，讲中共得到换来证据，因为5年前，和董三会认定是国民党的附属组织，命害土地加建物需要转移做国有，并且追缴已经移转或者是卖出去的29笔的土地，总共77.3亿的税金。中共不服提行政诉讼，台北高等行政法院伫咧2日判中共胜诉。就是一个100%的纯粹的商业广播电台，所以硬说我们是附属组织，其实对我来讲对中国来讲，它是一个侮辱。报告显指出，国民党党营事业华夏公司持有的中共96%的股权，在2005年就已经全部拢过户给非党营事业的盈利公司，有法度证明中共已经脱离国民党实际的持有加控制。另外，董三会认定，这嘛是中营法基金会国民党及中央党部原本是国民党不当取得的财产，要追缴11亿外。报告刑经一审也逆转改判国民党胜诉，撤销董三会处分。感谢台北高等行政法院依法作出公正的判决，党产会透过司法滥诉追侦进行的政治清算，毫无正当性。法院并没有否定中广作为国民党附属组织的这一个事实，只是时间点上的不一样。那当然，我们会与律师商量之后，我们会提起上诉。联动第15报告刑撤销国民党大校大楼案件的处分，董三会已经连续3遍败诉。对此，董三会表示，无认同法院的见解，强调会伫咧收到判决书了，一定会提上诉。记者综合报道。台积电未来高雄厂区呢是旧中油高雄炼油厂，目前长的时间附近也伫咧整地。不过昨早起呢，这工地发现到微爆弹，国军也随去到现场了解，初步认定这是无安全的问题。市政府也强调讲，整地工程无受到影响，会继续进行。怪手挖斗挖出来，毋拿涂刷，还有一粒真大粒的微爆弹。地点就伫咧高雄南马溪中油炼油厂旧地址内底，也就是台积电未来伫高雄的厂区。2日透早，工务局委外厂商做整地工程的时阵，伫厂区西边挖出一粒重轻磅的微爆弹。中油扩厂期间，也都陆续有挖到未爆弹，过去这40-50年来都已经有发生过。这次发生这个未爆弹，我相信也是年代久远，生活在那边都已经习惯这种危险事件。附近中油裸体居民烦恼施工安全，无奈表示高雄炼油厂旧地址过去嘛捌挖到微爆弹，不过国军判断挖出的炸弹是粘体，不是微爆弹，无危险性。为早期遗留1000磅空用炸弹残体，弹体严重锈蚀，无隐性，批号不明，无维安顾虑，已移运入库妥存。市府解说，炼油厂第21时期是日本海军第6燃料厂，推测炸弹是当时美军轰炸留落来的。军方未爆弹处理小组将疑似的未爆弹移除处理。据了解，高雄炼油厂以前为日本海军第6燃料厂。推测可能是在日据时代美军轰炸当时遗留的未爆弹。人车出入27透早，台积电厂区继续施工当中。国军表示，炸弹粘体已经移除，后续会销毁。市府嘛强调，整地工程无受影响，会继续进行。记者陈焕武、柯正俊高雄报道。台中北屯有一个社区，就民众收到上届新的这电钱小单，发现讲这电钱煞比顶一期加几啊倍，甚至有的人是电钱2万多块，因就向台电反映。台电调查了后，发现讲是这外包的抄表员无照实去到现场抄表，计共有114户出问题，因会重新来计算。老小姐提出小单，6、7月电钱竟然要23000外，因讲伊一口罩4个人，前几期加要我1万，这期煞向加几啊倍。没有一个地方是有漏电，包括我们的电器都是换变频的。对，那甚至我们收到账单之后，我们的家用电，我们基本上我们都不敢开冷气。同一个社区的住户收到这支小单，也错一条，电钱要17000外。伊讲用过一期加几千块，就算用下规电计算，也无可能遐贵。迄当时就怀疑是抄表出问题。他前几个月就是非夏季电价的时候，他没有抄表，然后大概写了一个大概的数字，然后接下来呢，他可能把累计没有抄到的那些度数全部加进了夏季电价当中。
台中北屯和福路一大透天的社区，袂少住户发现即期电钱熊熊变贵，有人是惊甲毋敢开冷气。台电接到反映了后，调查出迄区114号8月份销单全拢出问题，承认是外包的抄表员无去现场抄电表所致。就是今年度就是有发现说，他在4月左右的时候，他的抄表的部分都是有，就是说有异常情形。在抄录记录上做随意的推算，不实的登载，主管人业务上不实登载罪，依法可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15000元以下罚金。律师表示，外包厂商甲抄表员也可能涉刑责。台电讲会照契约甲外包厂商扣钱，开除迄个抄表员也已经重新算电钱。不过，因为实际用电度数已经无法度查到电钱重新算过了后，住户也是袂当接受，会继续甲台电讨公道。记者综合报道。来看台南已经是第6年举办台语月活动了。今年串联府城的传统文化、地景、人物甲文本，规划市啊、戏剧、音乐会等多元的活动，甚至头一届和在地棒球队合作规划无同款的互动游戏。台南市的文化局是希望讲，望这台语会当走向主流化。水无唔对啦，我甲你讲哦，伫咱台湾这块土地，400年前也是要做生意。你个拢爱用台语呢？铁桥路边创作者用戏剧的方式来呈现今年台南台语月的多元表演形式，不论笑话、念诗，拢通用宝语，嘛有5个表演团体，教学用台语来扮演经典的戏出。活动9月7日要伫5行艺术中心起稿，这回以台语起风做主题。文化局讲，这代表宝语继续生团意涵，推出各种类型的活动，互各族群拢有接触的机会。办一个台语的市集，阮是做较复古的物件，比如讲，阮有做一寡书法吉祥话，好叫大家当讲一寡好听话，我嘛有找会当讲客家语，也佮讲台语的网红来甲咱做对谈，讲有啥物伊要用伊的语言来做遮的物件。第二个路线就是阮的带大家人去熟悉台南的传统的产业。台南台语月到今第6档，是全国头一个以语言文化做主题的活动。那结合传统，嘛参在地棒球队规划互动游戏。另外，伫联合国评为语言顶级中，台语来做消息的第3级。有作家认为，台语有其他语言无法度代替的情感，应该赶紧挽救这款局面。古早的话吼，无当听，真有当时啊少年讲的台语哦，阮听无啦，慢慢会消失。这若无赶紧抢救，这就是一个死亡的语言。是40岁以下这辈吼，母语的这个普遍性较无遐悬，所以按来去了解讲，到底这个社群。伊的这个文化的参与的方式到底是啥？吼，当要安怎甲遮的空间，吼，甲遮这个较新的形态文化活动相结合。今年是王玉德台语博士100周年的纪念，市府嘛特别参新台合作举办国际研讨会，要让大家了解先辈过去伫台语文推广的贡献。记者从台南采访报道。台湾囡仔歌发展有正100年的时间，真侪拢是描写着农村社会景色，还有饮食的文化，亲像这火金菇、西北河等等。彰化县文化局邀请到专业的老师来教唱歌，解说歌词内容，互囡仔人学唱歌也会当认捌着较早的生活方式。大人囡仔一句一句念歌词，这首西北河有写着台湾常看到的淡水鱼、高带、土沙、吉拉鱼。另外，亲像火金菇、丢丢蛋啊，这拢是真有代表性的台湾囡仔歌。但是，若要唱几首，会晓的可能无几个。彰化县文化局就邀请专业导师来教唱歌。囡仔对台语的囡仔歌有兴趣，毋过对歌词意思无了解，囡仔都有机会就传来。伊的歌谣内面嘛有足侪生活化的艺术，火金菇、白灵丝，这种咱可能大部分囡仔华语拢会晓，台语较袂晓的。台湾囡仔歌的发展为明清时期的念谣，透纳外来语的日本时期囡仔歌。伫戒严因为禁止讲台语，正做囡仔歌的黑暗时期，一直到1960年代开始出现侪的台湾囡仔歌创作，其中佫有分做趣味歌、数字歌、游戏歌等等。像一个叉米芳，应该是哪记哪算，比如讲一个叉米芳，二个叉韭菜，三个抢棍，佮像安尼的方式去算，所以人
人讲玩中学，学中玩。即卖囡仔吼普遍啊，拢以国语比较多，所以阮就是要推广讲母语会使，互大家拢会使用因爱的方式来唱这条歌。主办单位表示，过去的台湾囡仔歌有侪侪生活中的知识，嘛有咧讲亲情、地方风俗的内容。透过音乐活动，要互囡仔学唱歌、学台语，嘛当了解早前台湾的生活文化。记者杨淑静综合报道。教育部最近推出一个台语资料库，会当互教学研究来使用，也会使用一个 AI 语音 ChatGPT 等软体应用。学者也表示讲，有一个资料库工具，短时间内应该会有更较侪台语相关的应用，正值得咱来期待。同时，咱会当伫今仔日集会，都要感谢来电甲结所属，互咱记杯会身体健康。画面用 AI 模拟人声来做台语配音，互影片内底的蒋渭水会当出声讲话。事实上，要训练 AI 讲台语，爱有丰富的语料库。为着要保存台语的语料，教育部委托阳明交通大学和国教院建立台湾台语语料库，提供给大众使用。其实我想要做的，其实就是做母语教学啦。因为咱母语教学其实问题真大。第一个老师无够，老师真忝啊。第二个学生学口以后都无他练习啦。有法度做就是拄则迄甲ChatGPT 接起来。所以你就会使用台语去问ChatGPT啊。学者指出，目前除了对台语文杂志、人工录音来收资料，未来嘛有打算要收集电视台所做的台语新闻和节目。教育部表示，目前台语的资料库有56000多条的台语资料，未来打算会把文字的资料增加到2000万字，也那口语的部分是增加到3000点钟。面对台湾台语传承的危机，避免珍贵的语文资料流失，有必要记录保留台湾台语的口语文字语料，搜集并建置大型语料库。嘛有台语老师指出，过去民间虽然一直拢有在做台语的语料库，但政府总算出面整合，嘛正期待未来台语的多元应用。通过这个来教这个啥，个 AI 来教这人来传，甚至伫媒体内底，会当来被使用伫迄个课本内底会当通过安尼，较袂感觉讲真生疏歹学。另外，伫咧台语正名议题，教育部嘛已经将原底的闽南语常用词典正名做台湾台语常用词典。不过，目前词典的内容也有一部分有关是用闽南语，台语老师嘛建议教育部应当量查修正。记者卢尚如、曾俊尧台北报道。讲到红蜘蛛，一直是农民上惊上介歹处理的一颗害虫。不过，苗栗农改场伫咧2021年发现一种红蜘蛛的壳青，叫做是长毛小心水螨。民众免除农药，只要靠这种虫，就当甲红蜘蛛食掉。即摆看到的就是歹虫，好虫在食歹虫，这只是好虫，这是歹虫。人讲世界上有好歹人，其实虫嘛有好歹虫。这只红蜘蛛是农民上歹处理的歹虫，一直以来农民都是用农药来治疗红蜘蛛，但是药剂用久会有抗药性。苗栗农改场3年前伫苗栗草毋园发现一只好虫，或叫做长毛小心雷鳗，伊会去食歹虫红蜘蛛。因为咱若是用药剂的时阵，有当时10只可能会活落来5只，这个5只有当时伊就有抗药性。毋过你若是放咱的天敌昆虫小心水鳗，伊除了伊的伊只防治了，其实伊过2天变大人了，伊就阁会继续一直生卵去帮咱防治后壁的即个2点叶螨这个歹虫。长毛小心雷鳗体型细细会去食红蜘蛛，而且伊嘛是唯一会当治疗红蜘蛛的天敌。苗栗农改场透过探种、收集甲冷藏技术来培养这款好虫，伫100公尺目是会当收集100万只的好虫，伫冰箱冷藏阁会当活14天，甲虫放伫咧罐仔，农民用喷的就会当轻松来杀死红蜘蛛。这是跟那个苗改场合作，有运用到糖毛捕殖螨。那我们是解决红丝这个问题，那目前效果都蛮显著的，供我们这些未来会有叶螨问题的农民使用。农业部表示，为着要推动化学农药10年减半政策，因为推广一个生物防治天敌的政策，农民若是使用长毛小心雷鳗这款好虫，除了会当提悬农作物的品质，政府阁会补助你一半的绩效，会当讲是1减2高。记者陈阿双、柯敏哲台北报道。
今年，在意大利世界披萨大赛摕到最佳导致的牛苏维，本身就是听奖人士，因为伊有听力障碍，伫吵闹，而且佫需要分工合作走卡，比一般人就要开佫较济心神。今仔日有一阵同款是听障学生来学做披萨，牛苏维甲听障学生分享家己伫咧走卡做导致的经验。透过现场音幕的直播，也阁有手机老师的手势，牛苏维带领听障的学生囡仔做伙做手工披萨。参加这摆活动的学生，对国小到高中拢有，囡仔感觉真新鲜。不过其实伫咧灶骹做工课一点仔都无轻巧。这位西餐的总铺师牛苏维是一位听障人士，大学毕业了后，才开始学煮食。进入灶骹了后，伊才体会到听力的问题是伊甲同事沟通上大的阻碍。我都会哭我起来哭。以前啊，其实老师很凶哦，那就你就说你怎么做这样做，那些都讲不太好听的话。但是我要克服这个心理障碍。我们要做给师傅看。餐饮科系的嘛是有这一寡听障生，伊咧做这工作。至于讲有可能就是伊要出去上班的过程当中呢，伊有拄着足侪困难伫的，所以变讲伊有可能会选择家己村民厝的人住厝的做，伫家己摆一个档。同款是伫咧做总铺师的范国义，伊就指出，餐饮业有少数听障的学生伫咧灶骹做工课，听力的问题嘛确实限制学生囡仔的发展。学校特教老师嘛引带学生进入社会做工课进前，就要做好心理建设。他听不懂的时候，我会更听不懂了，所以到时候我们会用另外一个手势啊，或者是用笔试啊，那个都会有个沟通方法。还有一点哦，你们要记住哦，如果跌倒的话，记得要再站起来。牛苏维今年才以红心巴拉的披萨摕到意大利披萨比赛的佳作，伊用家己的经验，除了提醒学生囡仔莫惊跋倒，一支草一点路，勇敢甲人沟通，天无绝人之路。记者邱朝阳高雄报道。这学期特别开学啊，为着要帮助弱势偏乡的学生囡仔，这财团发展悠悠福路教育基金会专工来到嘉义县沿海偏乡的学校跟学生的厝内做访视，希望透过长期培育的计划，替一寡家庭提供教育方面的协助。国教高中的校长带基金会人员来访视弱势家庭的学生囡仔，除了来了解因厝内拄到的问题，嘛要来鼓励学生囡仔好好读书。基金会会来提供因教育方面的协助。逐个月有这个一定的资源来帮助伊，会使自由的运用，看是要伫学业，还是讲要小天厝内费用，一直因为伊这是长期的栽培，敢若一直咱拢会有人甲咱支持，支持甲大汉安尼因为我即马去开导我身体，已经无法度像较早安尼做遐济代志，所以。对囡仔实质上的经济方面有帮助。悠悠金乐教育基金会为2007年就开始，伫嘉义县沿海偏乡的学校进行为国中到大学的培育计划。那逐个月提供奖学金来鼓励学生，佮针对偏乡的学校办理暗时自修的课程。伊无好顾之意哦，伊讲我认为种心理对这心灵上哦，伊种奖励，伊种鼓励讲哦，因为有通得了肯定。透过家培养了。这个囡仔拢会当受到大学的教育，也当改变伊本身的生活，改变伊家庭的生活，改变伊本身的想法。这个长期培育的计划，为原本只有国教国中高中已经增加到8间学校，嘛替20个家庭栽培囡仔到大学毕业。悠悠金乐教育基金会投入教育资源，来协助在地囡仔透过教育改变未来，嘛要来感谢当初时故乡对伊的照顾。记者林慧婷嘉义报道。台北武器馆今年满20周年啊！这馆方有规划特点，今年以武器新浪潮做主题，那有这金光的布袋戏翁啊，也有台湾霹雳布袋戏和日本动画界合作的《东离剑游记》的布袋戏翁啊。今年也有邀请到这外国的翁仔戏艺术家来到台北武器馆演出，先带观众朋友做回来看。在
翁仔拢是德国艺术家卡拉所想象出来的机器人，伊运用即时导演动画甲声光一步一步呈现伫未来人类拢消失去的世界。到底这个机器人体内会留下什么人类存在过的痕迹也是概念？台北艺术馆邀请卡拉来参加因20周年的馆庆，希望透过无同国家的表演，互台湾民众了解翁仔戏有无共款的面貌。Normally, I do not manipulate them. They are the actors, and the camera is really doing the movement. I call this live cinema because I do a film in front of the audience eyes. So I film, but the audience can see how I make the film, and they can see the final result on the big screen. 这款表演形态和咱过去所了解的翁仔戏是真无共款。今年台北艺术馆20周年嘛特别规划特典，以武戏新浪潮做主题，展出艺术家柯大王所画的金刚戏翁仔，佮有台湾霹雳布袋戏和日本动画界合作的动力兼游记布袋戏翁仔，现场也有展出受培养戏启发的时装作品等等。创作者对传统的这翁仔戏去得到这概念，去做漫画也好。去做小说也好，去做即个布袋戏的戏剧也好，拢有受到这个影响哦。所以，互大家了解讲，这个戏出这个表演艺术，有几啊种无共款的表现这个面貌安尼。馆长表示，台北艺术馆满20年，也是真少年充满可能性的博物馆。因希望将做一个支持创作者的平台，嘛兼顾和民众互相交流。未来会继续提供多元的表演、工作坊和展览，互民众通接触到不同类型的翁仔戏。记者卢尚如、曾俊佑台北报道。明仔载天气是好也是歹，做伙来看预报，恁就知。基隆、台北、桃园、新竹对26度到37度；苗栗、台中、彰化、南投、云林对25度到35度；嘉义、台南、高雄、屏东对26度到35度；宜兰、花莲、台东对26度到34度。平湖金门马祖对27度到33度。新闻最后，感谢各位观众朋友收看今日暗新闻，我是嘉豪，明仔暗时7点咱再相会。满手白豆腐是形容人安怎？